各位街坊，你係咪都發現白頭髮越染越多呢？真相嚟啦！一旦白髮進入爆發期，每年嘅增長速度可以去到5至58%，呢個數字真係好得人驚。最關鍵嘅係染髮膏入邊嘅雙氧水會直接分解髮絲入邊嘅黑色素，呢個唔單止會令頭皮入邊嘅黑色素大量流失，仲會嚴重損傷頭髮嘅毛卵片，徹底破壞髮質嘅健康。最終嘅結果就會係白頭髮嘅數量急速飆升，呢個就係白頭髮點解越染越多嘅核心真相。我係嘉琪姐，關注我，等你哋改善白髮嘅路上可以少行冤枉路。記得點讚關注，下期仲有更加多嘅養髮乾貨等住你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